基比病院毕业外科医师林彩阳表示，根据台湾健保资料库的统计，台湾人一生当中大约有1成的人有结石的机会，而且男女的比例大约是3:1，一般好发伫个50至60岁。不过，这名20岁女性因为平时无爱啉滚水，拢是以手摇饮来当作水分的补充，因为水分无够，结果发现伊正边的腰子超过上100粒的结石。他这右边肾脏里面这白白一颗一颗都是结石，肾脏结石，这样看下乍看之下应该超过100颗有哈。那因为有发烧感染状况，所以先扎了管子，先做引流，还有做抗生素的治疗。取出来石头，我们看下这边哦，它石头真的很多，大大小小。那家属去计算，里面大概有300多颗的结石。再来的话，在饮食部分，高蛋白、高草酸的饮食也会促进的结石的发生。最为重要者就是水分摄取，一般水分摄取不足者，也很容易造成结晶的产生，进而造成结石。还有其他的因素，其实比如说一些慢性病啊、糖尿病，或者一些结构上的异常，我们常所谓的就是肾脏结构异常，也会造成尿流的不顺，也容易造成结石。医师表示，腰子结石并不是袂痛就唔免治疗，严重者引发并发症，可能会造成腰子功能的丧失。目前治疗腰子结石有侪种的方式，包括体外震波的碎石、软式输尿管镜、加真皮肾脏造瘘的手术等。而且有结石的病人，伫手术过后，嘛一定要做定期的追踪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